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南投县中华上岭舞舞地会来举办着儿童地艺的邀请赛，有来自全国22位的小地师来参加，要来传承地乡百年的文化。 长期伫咧民间乡推广地文化，南投县中华上岭舞舞地会，今年是头一摆来举办儿童地艺邀请赛，会当看到来自全国的22位选手，拢展现无共款的气质。我觉得茶艺是一个很好的文化，我希望可以继续学习下去。比赛过程每一个细节拢真讲究，希望让囡仔会当提升泡茶技术，嘛对民间乡的地文化有更加进一步的熟悉。在地方产业的发展上面，我们向下扎根、向上延伸的理念，我们来执行。南投县中华上岭舞舞地会希望未来会当继续来举办儿童的地艺比赛，这位得奖的小小泡茶师，未来卖安排因来协助乡内活动，让民间乡的地文化一代一代传落去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